小姐，她穿的衣服很亮，而且又是身材魁梧高大的。然后再来林素云小姐，74岁。可以看到70岁代表都是花花绿绿的哦。好，再来就是72岁的，我们目前72岁的有很多哦。好，我们就按照没关系，我们就70岁的有林富子小姐，哇，这更漂亮了，黑色的墨镜。好，还有陈英妹小姐，英妹小姐。祷告，亲爱的耶稣，谢谢你让我们地上的母亲来陪伴我们，来成长，来过每天的生活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们彼此中间有一些的嫌隙而主，因着你的爱，我们就互相的把它帮扶，一起互相的扶持，这个爱就越来越完全，就像耶稣你学像天父完全一样。谢谢主，早上你用这么丰盛的灵粮来赐福我们，在中午的这个时刻，也谢谢你透过弟兄团契的摆上，让我们可以享用这些桌上的饮食，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赐福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强健，更加的健康，来继续来奔跑这条你们所预备的道路，直到你再来的为止。我们在我们享用以前，献上我们的感恩，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开动。